Legoland Japan，即係而家係10:10，但係超級多人行入去，極好添，已經見到 Legoland 係咪酒店咧？呢個我哋嚟到啦，靚啊！喺入去之前，同大家介紹一下我去旅行嘅好幫手。講到去旅行，大家都會好興奮，但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去到旅程嘅一半，下面又痕又熱，可能係因為天氣嘅問題啦、潮濕啦，或者係長途旅行，咁就噏住飲料，搞到白帶變多，出現異味或者豆腐渣嘅情況呢。講真，喺外地旅行嘅時候，私密處發炎係好掃興㗎。咁你揾藥房又唔方便，如果想沖涼又要返酒店，或者噏咗成日都好唔舒服，好掃興咁啊！所以每一次去旅行都要打包呢兩樣私密嘅救星。就係 FemiPro 絲襪妥長效淨本膠囊同埋抑菌舒緩噴霧，外用加內服嘅協同效應咧就有一加一大過二嘅效果。首先咧就先外用呢個抑菌舒緩噴霧，可以直接噴喺 M 巾度啦，一噴就可以舒緩99.9% 嘅絲襪惡菌，從源頭預防外來嘅細菌入侵，即時舒緩異味同埋痕癢嘅問題啊！有白茶花嘅清新香味可以分解異味，速效咁樣舒緩絲襪痕癢同埋灼痛不適。提升私密處嘅免疫力同埋自淨機能，預防私密處發炎感染，美白保濕緊緻，清涼感覺，舒緩悶熱嘅不適。仲添加咗益生菌成分，形成 pH 3.8嘅弱酸防護網，平衡私密肌膚嘅弱酸生態環境，預防私密感染。所以咧，細細支袋喺袋好方便噶。用完呢個抑菌舒緩噴霧咧，再內服呢個長效淨本膠囊，可以由體內去根治私密嘅症狀，一日就可以抑制私密惡菌。24個禮拜就會減少89% 感染率，可以預防發炎或者念珠菌嘅感染，舒緩私密異味痕癢同灼痛，減少豆腐渣呢啲嘅分泌物，消除私密處嘅壞菌。有4大長效私護配方，有美國專利蔓越莓、4重絲襪益生菌、法國專利洛神花胺同埋菠蘿酵素。最厲害嘅係佢有專利嘅3層包埋技術，可以保護花青素等4重嘅益生菌通過胃酸嘅考驗。同時延長同延緩花青素嘅釋放時效，達至長效咁保護啊！仲有5項國際專利認證，功效顯著，安全有保證。所以出發去旅行之前咧，我就一定會記得食啦，咁就幫私密處建立一個好嘅防禦網。就算捱夜啦、亂食嘢啦，或者搭長途機都冇有怕啦。所以下一次去旅行或者出遠門之前，記得將 FemiPro 絲襪妥放落個篋度啦。你有需要可以去萬寧網店度購買，仲可以用埋個 promotion code。詳情咧我就會擺喺 description box 入邊，而且咧如果用 coupon 仲會分別減20蚊同埋10蚊添啊！咁大家唔好錯過呢個優惠啦！去旅行記得帶啊！我哋入到嚟 Legoland 啦，超得意，好正，我得意。門口有隻龍仔，跟住有啲裝置，跟住有個好大嘅鋪頭，最尾過嚟睇先。好好添，呢個係瞭望塔，呢個鐘都超得意咯。好多人排隊想影呢個南瓜。入門口就有旋轉木馬，咖啡杯冇乜人喎，係用手爬噶，即係 OK 咯，即係唔會 free fall 咁樣咯 ，OK 啊。仲有得玩 LEGO 仔添啊！啱啱玩完呢一個啦，都幾得意。佢有個手套俾你去掹佢咯，都容易掹嘅。但係跌翻落嚟咧，就有啲都有第一下都有少少興奮，但係都幾好玩。水底潛艇，有啲人排隊送我咗。八爪魚，等20分鐘啊！潛艇，好 Q 啊！哇，都好快喎！呢個係好似乘坐真實嘅潛水艇入水底，可以透過窗見到 LEGO 積木組成嘅海底遺跡啊！有鯊魚、熱帶魚、真實嘅海洋生物喺側邊游，咁就非常之特別，好適合全家一齊玩嘅海洋體驗啊！仲有好多介紹添啊！小丑魚。我覺得呢個 submarine 都好玩嘅，但係太快完啦，所以有啲唔夠喉啊。跟住係幾靚嘅，都好值得可以入去睇下。呢啲俾小朋友放電，呢一個係我記得係 OK 好玩嘅，等10分鐘，好有氣氛。等坐上探險車，瞄準標靶發射就可以鬥高分啦！
準備出發。好得意啊！骷髏個頭，搞笑啊！扮係隻手，個背囊係7500 yen 啊！好多隻色，細嗰啲係3500，最細嗰啲呢啲係6500。哇，靚！消防學院，哦，救火救火！完全靠一家人嘅體力同默契，令到消防車向前喐。我射到佢嗰個水嗰個熄咗得咗，要泵水先可以射到，整好就會轉公仔，再倒翻去。Number one，救熄場火。啱啱玩完嗰個小朋友超搞笑，可以慢慢玩。哦，係咪佢會有聲效？好搞笑，瞓覺。我哋嚟到咗啊！呢邊係刺激嘅，600蚊。好似海洋公園嗰啲呢架車仔，兩個大人係坐唔到同一格嘅，會好逼，都好難玩。佢好多呢啲要手動嘅設施，呢個要自己踩單車。原來唔可以兩個大人一齊坐咯，咁就要分開一架。覺得都幾好玩，自己踩單車。準備睇 4D 電影，戴埋個眼鏡。我覺得係好睇嘅，不過頂多叫 3D， 唔可以叫 4D。我哋而家入呢個 mini 嚟，用咗超過1000萬塊 LEGO 積木組成嘅精緻園區，還原咗東京鐵塔、富士山、大阪城等著名嘅日本地標。我哋嚟食嘢，可以免費 refill， 都好得意，係一個 LEGO set， 叫做 LEGO 三文治。Factory Tour，LEGO 發展成果。參觀完 LEGO 工廠就有得攞啊！海盜海岸啊，好得意啊！啲樹仔 battle 喎，驚唔驚啊？鬥射水啊！要射人同俾人射咯。呢個堅濕勁啊，防射水。小朋友導向啲灘啊、岩石，哈哈。遊戲機，哇！呢個之前，哇，好高，哇，仲可以一路高一路轉圈。垃圾的我只可以玩 Dragon 嘅徒弟，等好耐啊！呢個都，呢個係最長噶。哇！啱啱玩完呢個。啱啱玩完龍嘅徒弟都有啲驚咯，佢第一下落咧都有離心力咯，嚇死！好彩冇唔諗住玩大嗰個，而家就應該玩埋旋轉木馬，買下嘢，跟住就走啦。真係咁可愛，有隻恐龍腳。OK， 都可以嘅，會轉下就冇咁恐怖，都兒童啲，比較似千秋咁樣。LEGO 係調味嗰啲罐，係啲杯。
哈利波特嘅盲盒 Advent Calendar 4:09啦，而家就離開啦。有小朋友咧就非常非常之推介，大人咧如果你中意 LEGO 都好推介，如果你好中意玩機動遊戲就唔好推介。但係整體影相都好靚啊！佢27年咧好似再擴充啊，所以佢值得可以再嚟啊！咁我哋就離開啦，拜拜，LEGOland。